运动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去运动。啊，你加运动咧，身体你会较勇，较免惊病院，这是上重要。一寡像棒球、骹球啦，一寡迄个全民运动的吼，一寡迄个韵律舞啊，啥物种种，咱拢有当个推展落去的。啊，每一工咱若运动几分钟啊，20分，身体绝对一定会勇。民众只要下载 APP 进行会员注册，并完成登录后，进入指定场馆运动前及离场前扫描该场馆的 QR Code， 运动达30分钟就能获得点数。集点可分为每日点数、每周点数与体育赛事点数3种方式。于指定场馆运动达30分钟，即可获得该运动场馆对应点数。1周运动30分钟达3天以上，即可获赠1点。给予台南市相关的体育赛事，像是马拉松、龙舟赛等等，都会给予不同的对应点数，每20点就有1次抽奖的机会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其实这个运动健康护照主要是希望说提倡运动的风气。那过去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运动的好处，不用我再多说，只是大家心动却没有行动。那为了让大家能够走出第一步开始行动，我们特别推出运动健康护照。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奖品项目非常非常精彩。那主要有运动习惯的人，你只要这个下载这个 app， 这样你平常运动再加强，那就有机会抽中大奖。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更要借着这个运动健康护照的平台，养成运动的好习惯。这个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非常好的活动那欢迎大家一起来。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各大运动中心全民运动馆来合作，那陆续推出一些健康的教学或者运动的教学活动，让很多教练或这个运动高手来教你这个运动。那所以说，不管是做重训，不管是做球赛，不管是做种种项目的运动活动，这个心动就要行动，而且动了以后健康就会更好。那欢迎大家来下载运动健康护照，一起来运动哦。了解近期，欢迎收看5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伫北华街时间中的一栋大楼建案，造成当地透天厝受损严重。住户因为不满建商面对因的损失，却拢无作为，所以4名受灾户上午伫议员沈振东陪同前往地检署按铃申告，针对建商甲营造等8人提出违反建筑事成规则等告诉。南市北区北华街这栋大楼建案，因为屋地下工程造成周边透天厝有11户的厝体已经明显起一边。虽然建商日前紧急灌浆，防止地层下陷恶化，不过安全顾虑，市府紧急疏散住户到单。原本建设公司答应会针对住户损害赔偿，但最近协调会建商无经过住户同意。今年修改成地动造成，让住户相当不满。立刻伫议员沈振东陪同前往台南地检署按铃控告建商拢无作为，已经涉嫌违反建筑事成规则，甲业务上定载不实。我们真的已经觉得被欺负到，我们必须对他提出刑事的告诉。那其实刑事的告诉我们一直都有资料。因为我们从今年的2月，我们就一直发现东西有问题，那开始申诉，所以申诉的过程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建商他都可以改正它的缺失。好，因为大量的地下水排放，甚至被我们看到有一些泥沙出来，或者是我们的房子渐渐在倾斜，然后他都一直选择隐蔽那个即时的监控数据出来，然后为了就是要自己能够加快它的速度，可以赶快把地下室开挖完成。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了监控的数字的时候，真的全体的人员非常的生气，因为其实3月8号当天就应该就可以看到警示了。我们的时候那时候倾斜率已经1:118，好，就是已经是非常危险的状态了。但是他故意选择隐蔽，让市政府也都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数值，所以他继续开挖。到4月3号，我们再次申诉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大概1:60几了。好，然后现在停工的那一天，我们是1:51。
现在是1:42，基本上已经接近重建值1:40。那这种接近重建值的1:40，我们也只有要求他重建我们的家园回来而已，但是他不愿意，他说他只要赔我们残值。4号代表按铃控告的受灾户，因主张建商专业负担对搬迁到重建完成的安置费用以及精神赔偿。对此议员沈振东嘛讲，得出陪同应甲建商协调，建商拢无说出善意，所以伊一定会持续争取因应该有的权益。那今天呢，陪同他们来到地检署按铃申告，就是因为其实发现说，在这几次跟我们的建商来去做调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无法释出善意，那也没有办法就是让我们的这些居民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甚至说连一个短住的地方都要跟他们用以这个邻居那个友好的一个关系，而不是导致我们流离失所的一个情况而去请托，才可以得到一些权衡的一些机会。那我想是非常的惋惜，所以我们才会份额陪同的来这个陪住户来去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目前受灾户除了面临无厝通住的困境，也需要甲建商拍官司，希望政府甲监督单位会当伸出援手。咱的新闻军及林英庚采访报道。议会上午进行警察局工作报告甲质询，会中真侪议员都在关心警力不足问题，也有诈骗仓手到底如何预防，避免市民受害。会中议员林美燕嘛针对大细细案件，建议会当恢复经费的发放，来提振刑事办案的士气。面对每一天为何治安爱处理大细细案件的刑事来讲，议员林美燕接受基层真情，才知影这个经费就是代表一份荣耀甲形象。不过，伫103年以后，警界因为惊放弃，就无搁再发放，所以建议提振刑事打击犯罪士气，就要恢复经费。所以这个徽章后面还有写他的名字，还有写编号。所以对他们来讲，它是一个肯定。在过去的我们的刑警，我问他们，他说觉得说，有时候徽章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说很光荣，而且在工作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好，真的有冲劲的感觉。那现在新的刑警也听过他们说，为什么过去的人有，我为什么会没有？别人曾经拥有过啊，我为什么不行？刑警的徽章，他们认不认同？他们觉得说是荣耀的话，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再恢复给予这个徽章啦？这部分我们可以建议刑事警察局的周局长了哈，好，这应该是可以再实施了。对，我是觉得什么因素之下，现在就是我刚讲那个原因了啊，很多基层为了、我觉得它不是掉的一个不可以因为它掉了，它不可以因为它有时候会掉，也不是全部人都掉啦。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不要给他了。我可比赛内啊，不能这样子啊。我们可以建议，没有问题的。好。另外，针对原本新华老街有执行科技执法，不过评估目前交通指数已经充分改善，无需要透过科技执法来处理违规停车，嘛成为全市头一个特重的案例。对此，议员陈义珍表示，北门路上宽嘛因为歹停车，佮有科技执法严重影响当地生理，所以希望警察局适可比较办理。新化老街因为科技执法之后，然后它整个停车秩序有改善，所以它后来就检讨是不是有退场的可能。那就表示说，没有可能不需要透过科技执法来取缔违规停车的必要，所以他就让他退场。那所以北门路的商家就会询问说，那北门路现在看起来整个停车秩序也改善很多哦，那人车都骤减哦，是不是有可能比照这个新化老街来做一个处理？这个我们会做一个评估啦，我请交大跟交通局我们来做一个妥适的评估。如果认为有退场，我们就有必要的话，我们就会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因应措施。在新闻军及林庚采访报道。为提升休闲场所的品质，确保公园游戏场中各项设施安全甲舒适，南区公所成立了安全督导小组，5月1号伫开南公园成立大会，并颁发委员评书，同时邀请专业的讲师来说明儿童游戏场各种检查重点，以确保使用过程安全无顾虑。南区区长肖秀华表示，
公园是市民休闲娱乐重要场所，而儿童游戏区是公园内底使用率上悬，也是民众上关注的公园设施。由于近来常常有听到有儿童伫游戏的过程中受伤，市长委特别指示区公所应该落实维护管理机制，重视儿童游戏安全。南区区公所伫评估现行机制，大多拢是由单一管理者自行检查，欠缺复杂甲监督机制。特别成立台南市南区公园游具甲设施安全督导小组，透过委员伫督导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置，后来到公园佚佗儿童拢会当耍了欢喜，家长嘛当安心。市长上任以后，对于整个公园安全游具相关设施的安全都非常的重视。那所以我们除了每个月有要求厂商要去定期维护以外，我们的里长也协助不定期在做清洁跟维护。那我们希望在安全上能够更加提升，所以我们今天成立了我们公园游具的一个安全督导小组。那由我们公所同仁以及外聘委员一共18位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督导小组。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督导小组呢，每个月可以不定期的去做我们辖内的所有的邻里公园做安全上的一个维护跟检视让我们的市民朋友，让我们的居民小朋友到公园来玩，可以玩得开心。我们小朋友的家长也能够放心。公园游具设施甲安全督导小组成员有公所的同仁、各里的里长以及社区民众等。公所特别伫1日举办成立大会，并颁发予每一位成员督导聘书。参与计划开南里长梁坤才表示，公所做这项规划非常的创新，对着社区民众以及儿童游戏安全，拢有非常大的帮衬。开放空间，大家公共使用。安全性是上介重要，几乎今仔做这个动作是一个真好的一款。真创新的做法。哈，真创新啦。对。成立大会期间，公所特别邀请专业讲师宋子成来到现场讲解游具设施安全以及检查重点，结合众人的力量，共同打造安全舒适的公园游乐环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大家拢知影，塑胶袋对着地球环境真无友善，重点就是爱减少使用。对此，市府嘛推出循环购物袋组织服务，对现在开始到11月期间，也阁有抽奖。市长委特嘛号召市民家己准备环保袋设市场，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为源头减塑，鼓励民众重复使用购物袋。台南市环保局积极推动设置代代相传站点，号召民众将厝内无要用的故事袋进行回关，落实资源循环使用。市长王伟特一日特别来到开源市场，协助推广环保新时代的活动，鼓励大家减少碳足迹，对地球更加友善。环保局跟市场处的一个努力，我们选择在开源市场做一个示范点。当然也会陆陆续续一直推广到更多的市场，传统市场，尤其在传统市场的时候，大家都会记得在用很多塑胶袋，但是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的环保袋，还有家里使用过的购物袋来取代塑胶袋的使用，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对地球更友善，而且减少碳足迹。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举办了这个抽奖来鼓励，只要你这个使用这个环保袋。还有这个家中的购物袋重复使用的照片能够上传，就有机会来这个抽到300块的这个市场金。目前在台南市总共有167处代代相传的站点，替代传统的塑胶袋。环保局今年更设置市场处，在南市45个市场设置代代相传新的站点，为了扩大号召。环保局经规划环保新时代抽奖的活动，民众只要拍到二手袋翕相上传，就会当参加购物卡抽奖。在开源市场，更加码提供300个名额，抽出每人300块的购物金。在宣传记者会上，市员蔡宗和、陈怡晶、柯志春也拢到场表达支持。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嘉义高中学生实施创作舞展，将伫5月4号公开演出。这摆不但结合国乐、电现舞蹈多元的创作，嘛将伫5月3号邀请中西区的各中小学生来感受国乐甲舞蹈结合的艺术教育。
游泳的国家社配合舞蹈，水甲秋一百月。这是由嘉义高中第32、33、34届舞蹈班学生所在来实施创作舞蹈序。序就是代表着太阳刚升起的样子。那我们现在也即将要毕业了，我们带着我们现在3年的养分，我们即将蓄势待发，我们要走向我们自己的道路，走向我们的光明，迎向光明。去开创我们的未来。这次合作其实就是彼此之间舞蹈班来就是学习说，在一个乐团里面是怎么样的。那同时我们国乐社的同学也学习一下在视觉艺术上面是怎么呈现的。这摆头一回跟国家社合作，后来场次就他加2首舞曲。虽然伫5月4号的公演无法度表演，也过游玩会当欣赏到学生创作的11首舞蹈，内容包含现代舞之外。还有热情的蒙古舞，为红龙梦精进编舞的张华莹相当得玩。每一年的同学，他们都在自己的舞艺上面有更多的精进、创作，以及从发想，以及从编舞到整个舞台的一个设计，都是由我们的同学自己来做。它的面向非常的多元，那包含东西方舞蹈都有。老师们在过程看到学生一点一滴的长进，其实心里的内心是蛮欣慰的。借由创作展，让加济学生得玩发展，同时嘛邀请附近各中小师生观赏这出国家康舞蹈所结合的技术响应，推广技术教育。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国际养生联谊大会每一档拢会用关北美来关怀各区的弱势。前几档因为疫情停办3档，今年活动恢复以后，将伫关庙捐赠1万斤的北米，预计有超过2000户的弱势受到帮助。国际养生大会今年的公益活动选定伫咧关庙区举办。关庙区长李显川特别出席宣传记者会，代表市府颁发感谢状，感谢养生大会善行义举。因发挥爱心，抛砖引玉吼，希望大家雪中送炭吼，帮忙因吼，实现这个愿望吼，甲阮关庙吼地区吼，弱势团体吼，带来给的温暖吼，温暖的社会吼，给他们温暖的家庭哦，充满满满的爱心吼，谢谢我们国际养生协会吼，他们的付出哦，他们的关怀哦，在此代表关庙区做一个感谢。国际养生大会举办的定美活动是创会会长陈元启自2009年发起。多年来已经捐出10万公斤以上的白米，非常的无简单。日前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得已暂停。如今顺利开办，陈元启也希望这个活动会当一直持续落去。疫情的暂停第11届这次的再次出发，能够来彻底的再持续的公益持续的延续下去。这次所关怀对象，除了是关庙区的家属二号，还有身障团体都去中培顶超过2000户的弱势家户。养生大会关庙分会也欢迎有爱心的朋友做伙加入行善行列。这较困苦的里面来甲做一个善事的希望咱这一寡公家机关的工厂甲一寡较有能力的较甲咱关庙里面斗支持一下，互关庙里面加减有摕到一寡会当甲恁斗相共的。养心在公益，真情照万民。关闭活动6月8号将伫咧关庙区登场。活动当天将会邀请关庙区的地方士绅、角头大庙、政府明代共同的见证，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号召更侪朋友做伙来做公益。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英国国家艺廊今年拄好200周年，嘛首次来台湾甲奇美博物馆合作，展出梵谷、莫内甲拉斐尔等50位大师的亲笔作品，相当难得。现在对着镜头做回来欣赏。
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笔下创作出的圣母子与施洗者约翰，现在不用飞到英国看，真迹就在台湾。那拉斐尔呢，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西洋艺术史上的画家。那所以我们这次非常难得，可以英国国家艺廊愿意就是展出拉斐尔的作品，让我们在这边让大家分享。英国国家艺廊珍藏展整理13至20世纪的西洋艺术脉络。包括林布兰的63岁自画像、卡拉瓦乔被蜥蜴咬伤的男孩、汤马斯·劳伦斯爵士的红衣男孩，还有梵谷的长草地与蝴蝶，以及高更窗前的果盆和啤酒杯等52件旷世巨作。第一个单元是有关于文艺复兴初期以及盛期的一些绘画作品。那第二个单元是南方以及北方的巴洛克的艺术绘画。那第三单元呢是18到19世纪一个壮游风潮带来影响的以及英国绘画作品。那第四单元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印象派的许多大师的代表作品。今年适逢英国国家艺廊200周年，奇美博物馆成为台湾唯一合作馆所。馆方期待透过这次展出，能增加南台湾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机会。他们选择在馆庆的时候，把重要的馆藏拿出展到台南奇美博物馆，这真的是不仅是奇美博物馆感到非常高兴，整个台南市都感到非常高兴。But if for 2 centuries already, the National Gallery has been sharing its paintings with the general public.This was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gallery's paintings with an Asian public, with the public here in Taiwan. 亚洲巡回展最后一站来到台湾，里面每幅作品都以透明玻璃防护，也安排警力不定时巡视，确保展品在4个月后能顺利回到英国。记者孙怀台南报道。对真侪家长来讲，拢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除了囡仔原本学校的功课，嘛希望加栽培兴趣甲专长来提升竞争力。其中陈佑成在伫探索各种乐器以后，找出伊对爵士鼓的热爱，展开拍鼓的梦想旅程。年仅11岁的陈佑成，小年纪就已经打出属于自己的节奏，在爵士鼓音乐的陪伴，尽情释放情绪，架势十足。看到佑成如今的好表现，其实3岁到6岁多，却是因为情绪过动，只沉浸在自己世界，让父母很是担忧。直到于真真音乐艺术中心接触古乐开始启发兴趣，加上基本节奏、音感探索以及视谱能力等训练，甚至做足情绪管理以后，妈妈背后的全力支持，更是让他逐渐发觉自己原来对于打鼓情有独钟。现在一棒在手，可以让他每天忘我学习，开启爵士鼓的梦想旅程。打鼓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很多人都说，你有一些做的动作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这样子。然后学校有那个就是踢毽子的那个。对，然后因为它是脚踢嘛，因为我已经习惯踢这个，然后踢得非常快，然后参加那一次的第一天，然后他就说那个教练就说你脚怎么这么就是可以踢得这么好，之后可能打鼓会是我就是很重要，对。真真音乐艺术中心延续去年邀约知名鼓手 Ken 规划小型演奏会，让亲子共同来体验爵士鼓的魅力之后，这回也特别以佑成为焦点人物，让2位小记者访问他学习的心路历程，如何克服学习障碍，永不放弃，一步一步朝目标迈进。何彩妮，请问你有想过要放弃吗？因为那个疫情不是吗？然后呢，就有一段就是断断续续的。那时候妈妈就有一直在问我说，你要放弃还是要继续学？我就一直说要继续学。
佑成把握每一次上台的机会，从聆听、模仿到演奏，熟练各种曲风，苦练的结果就是自信完成每一次的打击，也让一路走来辛苦陪伴的妈妈感触良多。他如果愿意去练习，其实我不用逼他，他也会。所以应该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做算对或不对，我就是给他引导。然后他想要，我就让他去试，所以他其实还有试别的乐器啦。到这个时候哦，其实你不用逼他，你是要逼他休息。他真的是我刚想分享，就是他真的是从早练到晚，然后练到满头大汗，他没有累。所以刚刚老师说，你觉得他没有辛苦他很乐在其中，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透过音乐认识自己，选择爵士鼓，勇于冒险成长的佑成，在师长的耐心陪伴，相信他的潜力无可限量。Don't touch 爵士鼓，一定可以。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2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